台湾因爱打理以原住民的身份，伫总日顺强调，台南好，原住民才会好，嘛特别检讨相关运动政策。会中以今年全国原住民组运动会以及查哈姆杯全国原住民慢速垒球赛，但对拢有摕下冠军的好成绩来思考。强调就是规公平时组分甲培育选拔，才当一步一步开花结果。所以要求后一届2025年的运动会相关预算一定要提早编列。主训是不是要继续？按照你是否给我的回文是会继续的，是体育局跟原民会跟原委会，我们针对2025年的这个全运的选手，我们是不是明年的预算，也就是今年下半期我们要审预算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把它编上去？原民会。谢谢议员的关心哈。那天在球场上也看到您那个激动、感动的红了眼眶啊，心里也是非常的感动。那您刚刚说的对哈，我们就是因为提早有主训，所以我们才会有好成绩。那今年呢，我们会编在明年的预算，在主训方面我们会编因为我们今年整体111跟112的训练费有185万，那我们期待接下来我们可以编到230万。明年呢，我们是选训的部分由体育局来做，那组团的部分还是要由原民会。经费呢？经费我们会编。我们不要两边都讲说会，结果到时候两边都看不到。我想在下半会期我们在审查预算的时候就会严格来看。是。会中议员嘛进一步针对原住民组较专长，或是一般传统的项目来分类，透过专业的裁判来选出原住民的优势，真正竞得代表队人才，加上持续培训，将法度伫运动舞台发光发热。咱的新闻，军职林英根采访报道。